Hello 嘅觀眾，歡迎收睇我哋星空家頻道，我係阿榮。今期咧翻嚟到我哋新區保利花園2期呢一邊嚇。咁啊2期呢一邊咧，佢嘅一個配套兼佢嘅一個入住率甚至我身後呢個小區嘅花園咧，亦都喺新區入面嚟講咧係數一數二嘅嚇。咁2期咧，由於佢係有5到8年嘅一個樓齡啦嚇，所以佢嘅一個入住率，包括佢樓下嘅一個底箱同埋樓下嘅一個配套咧，都係接近於成熟噶啦嚇。咁同時咧，我哋行5分鐘咧就可以接駁翻我哋中山大學第3附屬人民醫院同埋康復醫院呢兩間3甲級別嘅醫院。同時咧，小區嘅背後咧就係我哋嘅長利河沙灘公園集醫療商業配套於一體嘅一個小區嚇。咁今期主要介紹咧就係我哋128平方呢一套南北對流嘅精裝全新未住過嘅一個4房單位嚇。我都好好奇，竟然仲有啲未住過嘅單位嚇。咁佢亦都有啲景觀嘅主陽台東南向望翻小區嘅一個樓景同埋園區景觀生活陽台咧就可以望到我哋嘅無遮擋嘅長利河、鼎湖山濕地公園嘅景觀。特別佢其中一間 M+1 房咧，如果你係4房當為3房嚟用，嗰間房作為我哋嘅多功能房去使用咧，絕對 OK。甚至整翻啲石仔鋪翻張台仔喺度打個邊爐又得，或者坐住喺度飲杯咖啡都係好寫意嘅嚇。咁依家咧，如果有興趣嘅客戶咧，就跟住阿榮個鏡頭一齊上去睇翻呢個單位。目前嘅賣價咧係88.8萬嘅。OK， 依家嚟到咗我哋嘅現場。咁首先咧，呢套單位佢係位於我哋1期一邊啦。入戶玄關位咧係超級大嘅嚇，仲配咗個多功能好齊全嘅一個鞋櫃。首先鏡櫃嘅位置、換鞋凳嘅位置，咁仲有呢邊收納空間就呢邊嘅收納空間，包括下邊嘅櫃桶呢啲，哇，空間好齊全係咪？咁右手邊咧就係我哋嘅廚房。廚房咧係 L 型嘅。有啲人問冰箱放喺邊度啊？冰箱就放喺呢度，插座嘅位置喺呢度啦。咁點解話冰箱會放喺呢邊嘅位置咧？因為到時呢個推拉門咧，總會有一對門咧放喺一邊嘅，其實係唔阻住你出行㗎嚇。咁呢邊咧就係我哋嘅可2兩件套交標。睇到呢個爐灶都未安裝咧，就知道佢咧係完全冇住過㗎啦嚇，真係非常之少有下呢啲單位。咁再過到嚟咧就係我哋嘅南北對流嘅客廳，主陽台咧南向偏東生活陽台係北向嘅。同時咧整個開間尺寸，包括佢嘅通風性、採光性咧，非常之舒服嚇。先睇翻我哋嘅主陽台先，哇！行到呢個即係陽台嘅位置咧，就有呢個通風嘅感覺嚇。空間尺寸非常足夠，1、2、3、4接近5隻階磚即係3.8米嘅一個正開間，非常之舒服嚇。咁我哋呢邊主陽台咧，前面呢度咧就會俾前面嗰隻細積咧擋住咗嘅嚇。咁但係我哋稍為往側邊望咧，係可以望到長利河同埋我哋嘅一個濕地公園嘅，非常之舒服開揚。咁畢竟呢個單位咧，佢嘅定價咧6900幾蚊一方我覺得帶埋精裝修咧，性價比極高嚇。但係當我哋將個視覺咧放翻嚟我哋嘅餐廳嘅時候咧，就有啲少少嘅驚喜啦首先餐廳一邊咧，佢係支持你擺張圓台或者長形嘅餐台嘅長形嘅餐台都 OK。佢又會比較短啲嚇。呢邊咧喺餐廳
定客廳望翻餐廳呢邊呢，就會望到超級靚嘅長利河無遮擋嘅一個景觀，永久性嘅望到山景、長利河水景，兼我哋下邊嘅濕地公園景觀甚至我哋側住啲望嗰邊呢，仲可以望到我哋喜來登非常之 OK。呢啲呢，就係呢隻單位嘅一個亮點之一咁我哋喺呢邊呢，會有一間房嘅。咁呢間房好明顯啦，係陽台佈建嘅，買一半送一半。咁其實我哋有啲客戶咧，佢房間需求量唔大嘅情況下咧，呢度可以作為咩咧？首先鋪翻啲石仔，整個露營椅或者露營台喺呢一邊咧，望翻出去，非常之舒服。因為個景觀咧係同我哋陽台嘅景觀咧係同款嘅，望翻出去咁你喺呢邊咧，平時聚餐燒個烤韓式燒烤又好中式嘅 BBQ 又好都係幾唔錯嘅。咁再睇翻呢邊啦，仲有3間房，2個衛生間。啲房間衛生間咧都係好誇張嘅大得。不過佢呢邊咧就長期冇人住咧，會有積塵但係該有嘅配套洗手盤鏡櫃呢啲都有啦。咁呢邊咧第一間呢個屬於第2間房嘅埋 M 房空間非常之舒服咁呢邊可以放張米白床，後邊可以放一排嘅衣櫃都得嘅。咁呢間房咧亦都係有景觀嘅。呢邊咧第3間房，每間房可以俾你放到米白床，你諗諗屬於一個舒適型嘅一個4房單位嚟嘅。嚟到間主人房轉角位設計，主人房為咗舒適，南向望翻小區內園超大嘅一個空間，呢邊可以放咗米白床，對面放電視櫃。衣帽間咧已經臨時同大家去間咗出嚟㗎啦。嗰邊咧細嗰個咧就男主人嘅，阿雲企住呢個大嗰個咧係女主人嘅。普遍咧都女主人多衫啲㗎嘛。咁呢邊咧仲有我哋嘅衞生間空間咧非常之唔錯。呢個單位目前嘅賣價88萬8聽起身咧都好意頭128平方又係一個好意頭嘅一個數字。又可以望到我哋景觀，又係靚朝向南北對流設計，非常之適合長期退休居住嘅。有興趣嘅客戶就可以 WhatsApp 到我星管家嚟到現場實地考察下，持續關注翻我哋星管家，我哋下期再見，拜拜。